大家發覺未啊？其實唔單止係有錢有名都可以為所欲為㗎。一講起浮世繪呢，大家肯定就會諗起葛飾北齋嘅神奈川衝浪女啦。不過嚴格嚟講呢幅畫其實唔屬於浮世繪㗎。按照日本美術史學者大川西崖喺浮世繪流派史入面嘅定義，浮世繪一詞指嘅係描繪某一特定時期嘅風俗習慣嘅風俗畫，與描繪有職人物或中國人物嘅畫作相對而言。簡單嚟講，浮世繪就係日本有職人物風俗畫嘅反義詞。按照日本嘅定義呢，所謂嘅有職人物就係指皇室、公卿同埋上層武士。咁反過嚟講，浮世繪就係畫平民百姓嘅生活為主㗎啦。按照呢個定義，以風景為主嘅畫作呢，就唔可以計喺入面㗎咯。早期嘅浮世繪呢，都係以畫平民美女同埋歌舞伎演員為主嘅。只不過後嚟出現嘅嗰批風景畫，好似神奈川衝浪女嗰啲呢，太過出名啦，令到大家以為呢浮世繪即係風景畫。大家發覺未啊？其實唔單止係有錢有名都可以為所欲為㗎。好啦，今日分享就到呢度，下期再見啦，拜拜。